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1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进前一位中天新闻的记者兼主播林新佑，在今年初因为牵涉到间谍案去防起诉，即马检方继续追查落去，发现讲包含三军甚至海巡拢有防渗透，这单位是涵盖着航特指挥部、无人机营等等，方要求就要翕军事机密资料，也是导航的影片等等，就会可能来换钱。检方是甲这提供人头口座姓陈的查甫人，也有9位涉案的官兵，依照国安法，也有12罪来起诉。今年1月，前中天新闻记者兼主播林清秋涉犯国安法受押禁见，延下到即马，检方扩大追查，发现咱陆海空三军甲海巡署拢属官兵，疑似互境外势力渗透，将9位涉案官兵甲一个姓陈查甫人以涉犯国安法顶罪起诉，这是国内第一件符合国民法官庭审理的强烈案。检察官建请法院中当量刑。行贿任职于陆海空军及海巡署之被告，约定以提供军事机密换取报酬，透过通讯软体传给境外集团成员，借此收取对价。检方查出，境外势力为自04年9月开始，透过网络甲姓陈的查甫人直接提供免费海外旅游，诱骗姓陈查甫人提供口座，后小定期付3000块报酬，利用这账户来讹洗转钱。收钱的人也有无人机兄等情绪单位，其中陆军宪航中士姓林少校收钱上济，各位官兵拢这无问题，有人已经退伍。军营里面照个什么样的相，或者在军中所接触到的什么样的资讯算机密，长期在和平状况之下，那所以这种警戒性才会造成说有些大兵哥或军人呢，觉得把某些照片交给对岸也没什么，有这种心态。学者认为，国军被利用可能是军中对机密保护的警觉性上过低，要军事专家提醒，尤其国军新成立的单位，可能是重点目标。海马式多管火箭，还有像 M1A2T 这些新采购武器的单位，都要特别留意，因为这都是被重点来进行渗透的单位。军事专家指出，渗透手法分作利诱、色诱，甲利用通报网络、人脉等3种。不管是不是正式，若拄到想要打探国军自身的情形，拢要随时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友邦帛琉的总统惠恕仁接受外国媒体法新社的专访，讲到中国要直接要求帛琉就要放弃甲咱台湾的外交关系，不过伊是强调帛琉会当家己选择友邦。另外一方面，巴西驻台湾代表最近说是讲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话引起争议。咱行政院长倒应台是回应，强调咱国家的主权，若有必要就会来表示抗议。巴西代表说，我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抗议之后获得回应吗？我们也会做必要的一些抗议，甚至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事例来告诉全世界，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不变的事实。回应巴西驻台代表桑路易受访时指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行政院长倒应台表达抗议，也重申咱的主权。中国一直咧唱后卡，咱太平友邦帛琉总统惠恕仁接受法新社专访时透露，中国要直接要求帛琉放弃对台湾的外交承认。China, of course, has been very outspoken in saying we need to denounce Taiwan. They've made that very clear when they've had an opportunity to meet us and want us to change our position on issues. And we've made our position very clear. Well, we have no enemies, but nobody tells us who our friends are. 惠恕仁强调，帛琉应自主选择友邦，支持台湾的人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咱外交部也表示，两国邦谊稳固友好，为1999年建交到即马，伫东协协医疗卫生、观光发展、加海事安全等拢密切合作。台帛的邦谊是基于价值理念，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以各种手段胁迫我们的友邦转向，并且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外交部对于中国的相关行径表达严正的谴责。咱邦交国深受机会，国家一个，因为洪都拉斯新任总统阿斯夫拉，我希望甲台湾复交，国界关心目前两国之间是不是已经进行相关协商。阿斯夫拉总统他的竞选政见就是要跟台湾恢复邦交，那我们也相信他的这个步骤大概是很谨慎，呼吁他们的政府正视农民的期盼，还有中小企业，他要是一个负责任总统，他都会看到。
外交部指出，洪都拉斯甲中国建交了后，贸易红字一直扩大，尤其被黑乡式产业受真大冲击。相信阿斯夫拉拢真了解，咱会继续保持甲洪都拉斯接触。记者综合报道。电视会了后，中国就有公布10项对台湾的措施。因那咱南投县4月2日嘛，要甲中国的杭州做伙来举办两湖论坛。县长柯秀华表示讲，期待甲杭州做伙来讨论农业甲观光。不过，陆委会主委曲水正是强调，台湾是无可能接受有政治前提条件，也批评邓丽文所讲的和平，事实就是接受统一。我考西电视会报道，民团杂志透早3个会车到国民党中央头前抗议，真正阿爷台北市议员参选人也自被影响接招，两边大声叫骂。电视会了后，由南投县中国杭州共同办的两湖论坛，22日南投举办。县长柯秀华表示，正面看待中方公布的10项涉台措施，期待甲杭州讨论农业观光领域的具体方案。大陆的无论是在开放观光客，或者是在农业的部分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些具体的帮忙。希望呢，藉由南投县跟杭州的这种的合作的模式，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经济的进展。陆委会强调，咱无可能接受大幅政治前提条件，确实国家安全甲政府公开的内容，拢要经由两岸政府正式协商。也批评邓丽文提出的和平抗击，实际上是统一抗击。我们跟你接触。协商这些10项的东西，我们就会要变成这个消灭中华民国这些条件要我们接受，这不可能嘛？像郑主席一味附和中共的叙事，自我退缩，将9·2共识作为中共对话的前提，其实是在帮中共意图消灭中华民国背书。所以这是一个并吞的毒药，不是和平解药。况且邓丽文要归回大会访问美国，目前咧积极安排拜访华府地考定行程。邓丽文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希望因和美国了解伊作为党魁思维甲路线，应进一步落实两岸和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公布的10项对台湾的政策，也包含着针对金门甲马祖地区要推动通电、通气、甲通桥等等这措施。有金门议员是主张甲金门设做台湾的地区，也建议甲这个议题是提来用公投决定。那金门县长是回应讲，这是中央的权责，不是金门讲安怎就安怎。电视会结束以后，中国各大办伫12日时公布10项对台政策，其中有关金门马祖的部分，有包括推动福建沿海地区甲金马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等等。8日的时，有金门县议员伫议会质询，主张甲金门设做台湾地区，认为安尼较有机会促成这个建设，嘛建议县府甲金门设地区来做年底选举的公投议题引起讨论。通水、通电、通桥，好的通桥就无遐简单啦。一定要从地区才有机会嘛。讲咱金门哦，有大陆讲的第先同业的模范，咩先同业？因为这个是因为2个大国的博弈哦，咱金门可能会捡到钱有好康啊。所以我是感觉甲县长建议哦，咱金门这个特区要不要办一个公投？那金门县长表示，10项对台政策甲金门相关的建设，这是属于中央的权责，就要有中央的预算支持才通做。不过，亲像小三通、陆运中心等等，只要法令允准，金门会当先做。中央的代志但是咱会使想啊，咱来用中央做来沟通，过来时阵哦，真侪工课是讲单一个方面讲在意，咱就在意。金门当有真侪工课需要做，比如建设哪一地方支持啊？能做的，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让中央更支持我们。金门县议员表示，尤其受到中东战事影响，起价冲击民生，呼吁通气、通桥等等关系民生的项目，县府应当尽力甲中央争取。县长陈福海是强调，真侪工课拢爱甲中央沟通。金门目前也有侪项建设爱做，若会当做会尽量说服中央支持。记者卢尚珠、张俊佑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有微弱的风面通过，伫咧桃园以北、东北部，抑阁有金门、马祖地区会较高落雨。因那其他所在，共款是侪份到好天。
今仔日北部、东半部会较凉，高温大约28至31度。那中南部同款是热到32、33度。气象署要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来发布高温的警示，尤其是南部较外山区的所在，有可能是热到超过36度。明仔载伫咧中部以北、东北部，抑阁有金门、马祖地区，同款是会较高落雨。那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得要注意过道有可能会落西北雨。另外，今年的第4号风台新鹿克是咱气象署自从1991年采用新制以来上强的4月风台，好加载是袂直接去影响到咱台湾。不过，伫咧关岛这个所在是带来强风大雨，严重伫咧做水灾。今年地面上强的风台新鹿克，14以超级风台的强度扫过关岛甲北马里亚纳群岛，即搭的度假园区塞班岛上界严重，新鹿克带来大风雨，引起严重的积水。Right now, we're hit with the super typhoon. Considered the largest typhoon I ever experienced it, and right now we'r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hitting us hard. 有17万居民的关岛，暂时进入一级警戒的状态，出现停电甲淹水的状况。2023年5月马瓦风台也对关岛造成严重的灾情。北马里亚纳群岛，包括塞班岛、天灵岛等等14座岛屿，拢有美军重要基地，居民差不多是5万个。14开放学校提供民众甲数百个游客避难。因为新鹿克结构真十尖，风台北真明显。美国总统 Trump 11已经紧急批准灾难声明，协助防灾甲救灾。This is strong. I would say it's super. I've been through a lot of typhoon, during my career time in the law enforcement, but this is, one of a kind for me to experience. 新鹿克是1991年气象署用10分钟平均的风速评定风台强度以来上强的4月的风台。历史上以新鹿克号名的风台拢总有5个，其中对台湾造成大灾情的是2008年9月的迄粒。这届4月的新鹿克风台，预计15会对西太平洋往东北架去，对台湾未造成直接的影响。公司新闻警官请编译。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华航一架对澳洲密尼本要飞来台北的班机，当时传出这连接登机空隙时阵，说是开一个飞行机的舱门严重受损。这架飞行机型号是空中巴士 A350，会当看到这飞行机的舱门是明显变形，连接的登机空隙也拢歪起。为着飞行的安全，是已经展开全面的检修。华航紧急来通知旅客取消这个航班，嘛已经赶紧来安排替代班机。咱继续来关心台东的本色分化路伫税收了后重新启用，这1号路说是雄雄传出真大声音，而且空污数值也增加，这就引起居民的疑虑。台东县的环保局是回应讲，这届这路讲是全面拢换新，属于测试的过程。目前这数值嘛拢是伫咧会当控制范围内底，因会继续来监控。台东县本色分化路修理了后重新启用，煞引起居民的疑虑。第1号路伫13完工了后，14重开，毋过煞传出真大的声音，甚至1公里外都听会清。真侪民众讲，甲英国状况明显无同，日常生活拢受到影响。以往把门窗关起来的话，声音就没有那么大，但今天把门窗关起来，声音还有一点大声。这2天跟今天，眼睛都会，如果走出去一下子的话，眼睛会痒，就蛮明显的。毋但是噪音的问题，民众也反映空气品质异常。根据监测数据显示，一氧化碳浓度捌超过标准1倍，一直到14下晡才慢慢下降。互外界质疑这修理敢是有空气污染的记录。台东县环保局解释，讲这届工程规模有较大，包括空气污染防治设备，也有相关管线拢全部换新。重新启动了后，需要进行测试甲调整，所以过程会较久。这一次的税收期间，我们在这个污染防治设备里面，还有这些炉管啊，都做了全面的更换跟更新。那也做了很多的让空气可以更好的这些污染防治设施更新。环保局强调，空气污染的数据会加悬，主要是分化炉启用的过程所致，也是伫个会当控制的范围以内。因为异常的噪音也已经派人去监测，而且要求施工的厂商都要赶紧改善。也毋过修理了后，重新
天启用，就出现噪音甲空气污染的记录。3月嘛捌呛乌烟甲走出怪味，互住伫个当地的居民袂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南投县要伫咧民间乡设置分化路的争议是也未解决，昨县府阁召开第二阶段宽屏的第3届范围会议，有上百个自救会成员甲环保团体拢到场来抗议，也批评县府是调工紧伫因上无用的采收期，一个月来召开5天的会议。自救会成员甲环保团体转道转椅，甲开发单位相持不下。南投民间乡分化路案14日，南投举行2届宽屏第3届范畴界定会议，成百个自救会成员到场抗议，批评县府一个月来密集办5天的会议，地龙就爱甲采收的工课放咧，安尼走总是一种行政暴力。伊的代后先排，伊有法度回收85，但是剩了15%就是背啊4月背，阮的地米是一定要检验呢。检验无过，伊是袂甲咱买地哦。所以我烦恼甲拢困袂去。这几天真的是春茶采收的时候，1个月5天，我们真的都不用做事情吗？你一定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凌迟我们吗？环保团体现场抢名参与2届宽屏的12位专家学者委员名单，发现有8个无来，质疑会议的程序问题。佮指出，南投伫人口外移、少子化的情形之下，到底敢要有起分化路的必要？提出成为源头减量、精准分类、区域合作的解方。南投它的垃圾分类并没有做得很好，那它的垃圾的收集方式其实也是有待改进。垃圾的处理要从源头减量开始，然后就是尽量的分类回收。环保团体用各种的方式，希望可以让会议开不完这个方式我们也非常的遗憾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针对问题的重点来核心来去做讨论。那希望大家如果能够赶快把这个会议相关的争议点都讨论完，我想我们会议可以赶快结束。南投县府表示，范畴界定会议有35项爱讨论的议题，目前简单进行18项，呼吁环团爱理性来讨论核心问题，让会议通顺利结束。后续会开始需要一段时间的环境监测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民众党的李正秀防开除党籍，失去立委的资格。党的防告发伊涉嫌隐瞒上国籍、诈领立委的薪水，涉犯着贪污治罪条例、甲诈欺处罪等等，法检是已经分他日案来侦办。再来看联合报。国际货币基金昨公布上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因为中东的战争引起全球的能源起价，今年的世界经济成长率恐惊是会降到2.5%，因那全球的通膨率也会压悬到5.4%。落尾是中国时报，美伊战争传出要进行第2天的会谈，这就引起亚股伫咧昨全面抢权，台积电也起到2055块，台股是起到36296点，拢总创下新高纪录。或者台股大起，根据着财政部的统计，今仔3月这净交税就扣到535亿，创下高一个月的新高纪录。因那今年1月到3月净交税也拢总是扣到1237亿，嘛是有史以来上悬的金额。因那今仔日这台股开盘是开出36688点，继续咧抢权。专家是预告讲，拜四明仔载这台积电要开发说会，可能会刺激拜五的台股继续抢权。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伊拢有想要达成协议，带动金融市场普天同庆。美国四大指数伫收盘拢起，14亚股是愈红盘，韩股含日股中场起超过2%。台股第一摆直攻36000点的天磅关点，收伫36296点，起838点。看台股台积电各创新天价，收盘2055块，起65块。它创历史新高的主要的理由有几个啦哈。那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去年的财报公布出来，将近4.6兆、4.5到4.6兆这样的水准，其实创下历史新高的数字背后所代表就是今年
的股东会行情会非常不错。若是台积电带头冲关，其他是包括台达电、鸿海、联发科、日月光这些宽达股嘛拢收红。较特别的是，过去敢若电子族群讲起嚟，毋过14台湾上市的类股，会使讲是大家拢讲起嚟。其他亲像是原物料的类股，包括塑化族群的台塑、南亚，上半拢超过3%的起伏。外资是变做推升台股大起的关键动能，但一日咧买超差不多689亿，创起嚟历史第5大的纪录。财政部统计处指出讲，3月证交税实定净额是535亿，加起来1月到3月证交税实定净额是1237亿，这拢创历史上单一个月同期的新高。现在其实股市真的上下震荡非常的大，急涨急跌，所以事实上下半个月会怎么样，可能还要再观察。专家认为讲，台湾出口数字连29红，显示台湾股市的基本面同款是正强，但是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半面一日起一日落来，却也变做最近的常态。按上摆是台积电的发税会，若是联毛利率会当有真好的成绩，拜五的台股同款会当期待观点。股会相起，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10以31.73块开出，收在31.69块，升9.5分。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封锁红族海峡，也影响到中东地区的阿鲁米这业者是停产。即卖阿鲁米的介绍已经起到4当来上悬的介绍。咱国内汽车的零件厂商就表示讲，部分的零件成本是已经起4成，恐惊会影响到要推动属价电动车的目标。是阿鲁米的，拿起来就轻轻的。比亚价加上关键材料像呢，汽车的曲项，不论是油车也是电车的零件，拢是真重要的角色。这几单为着减少车的重量，未少车厂会改造阿鲁米的制品。当战争爆发，世界阿鲁米的原料价格也悬，因为中东地区阿鲁米产量就占世界9%。当地上大的阿鲁米生产商阿联酋全球乳业，佮因为空袭来停产。波动太大，它有可能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它的价钱就已经做大幅的变动了。所以我原先跟你讲说要调15%，其实已经早就 over 过了啊。所以我不能再做这样子的，就是设定标准值了，我变成要及时报价。厂商生产成本受到真大的冲击。苹果自从去年关税战开始，阿鲁米的价格就压悬。即马战争更较严重，部分零件成本早就已经过去40%。市场分析师认为，即马世界其他地区阿鲁米产量受限，库存本来就较少，规个市场拢无压缩的空间。供应上紧张的，会是成本较悬的铝合金，会影响航空、汽车制造甲建筑。金属原料的涨，其实不只是会影响到电动车嘛，也影响到很多整体的，包括台湾的电子产业都会有影响。我相信客户都还是有意愿要来配合。那就像我讲的，如果可以尽快的去把通膨的这件事情去受控制的话，那对大家对原物料的的价格的控制会比较好一点。现出是汽车的车身、底盘、车链、引擎甲零件，拢含有150到200公斤的铝材。一旦材料欠缺，过去俗价电动车价格会挡袂掉，甚至引起供应链长期的危机。当然不可否认，就是短期内可能会推高电动车制造的成本。这种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油不知道能不能出得来。那种种的这些不确定性，反而让全世界又重新重视永续跟这个节能。国贸协会表示，虽然汽车原料起价，不过全球石油价格压悬嘛，造成成本的冲击，对电动车的发展也是真有希望。记者综合报道。中山机场宣布启用 OneID 智慧旅运服务，这旅客用护照报到甲登机证印出来时阵，就会透过护照顶悬的晶片来自动完成生物辨识。所以来入去到管制区到上回登机进前，拢是透过系统自动来判断品种。除了海关查验以外，是拢唔免搁摕护照甲登机证出来。有加较方便。民航局表示讲，台湾会较慢做，就是因为牵涉的单位是真宽，佮再加上英国这通关设备拢是由航空公司来做，但系等到具契约到期，唔才会拖这么久才推动。准备进入关制区边境港查验，伫遮扫面对通过进入旅客也未管是手头也是摕登机证甲护照。台北松山机场会用机器自助报到，对有晶片生成生物辨识，所以无论是通关进入过辨识，伫海关查验了后，登机口也免过检查证件，直接扫面就飞机。
就不用看护照，直接刷脸啊。现在就是方便，不然光排队的时间就是会 delay 到事情，省很多时间啊，就不用等排了一群的人。松山机场为2023年6月就启动这计划，到2025年就将建立，经过2年多，有旅客反映真侪国家早就用扫面。民航局表示，因为过去通关设备由航空公司建立，一旦具有到期，国家上整合航空公司地勤，航警需求勘测单位也较侪。航空公司建设系统也有合约的一个期限，所以我们是配合合约到期，我们再来办理，也要参考国际上的经验，所以另外也是一个招商工作，所以我们也是花了点时间。有这服务延伸机场70%进入新系统3月上线试办，到即马干来5%乘客受伤进行顶因素，有扫便无过进行，因为若是透过航空公司 App 线顶报道，也无法度形成原 ID 来扫面，会到机场过注册，因为系统进行互网友即期一本翻译，用语无适当。第一时间已经完成改善，目前松山机场是全台第一示范国际机场，未来会观察运作的成效，评估推广到全台其他国际机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土耳其一间中学发生枪案，包含学生在内，拢总有16个人受伤。这嫌犯是捌读这间学校一个18岁的人，在犯案了后已经行底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因为中东战事甲以色列之间的防务合作协议要暂停自动刷约。越南的电动机车需求甲销量是大大增加，主要就是因为当局要来限制石油的机车，也佮有中东的局势致使油价升悬，但越南电动机车是拢半袂赴汤的交货。镜头转来看国内，伫桃园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上野烘肉店的内力店，有民众反映讲，因13、11的便当了后，就开始出现流骨吐的情形，赶紧去就医。桃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经接到超过60个案例，已经有派人去现场来稽查，嘛已经先下令这个业者要暂停营业。铁门拖来暂停营业，内里真出名的便当店上野烘肉饭。传出哪像食品中毒，和定定来吃饭的民众感觉意外。蛮惊讶的，对啊，我是第一次听到，因为他这连锁的，以为应该品质蛮稳定的吧。民粹社群内力大小事，13小煞有民友反映讲，吃上野烘肉饭的便当，身体无爽快。卫生局讲，到10时下晡4点半，通报症状的有61个人。大概是13中昼到暗顿的时阵，食便当了后有吐甲流腹肚痛的症状。目前已经依法命令业者暂停营业，嘛启动食品中毒调查机制，派人去现场稽查。以针对该店的食品制备流程、作业环境卫生、人员卫生管理以及食材的保存情形进行全面性的查核，并同步抽验高风险食材与抽验环境检体送验。上野烘肉饭内力店发声明下失礼，讲会配合调查，甲全面暂停营运。初步怀疑可能是和13个马铃薯沙拉有关系，最后是以官方检验为准。卫生局讲，上紧3礼拜到5礼拜会完成检验。另外，青绿食堂哪像食品中毒案，照新北市卫生局的统计，通报累计173人，饭店的时间集中伫初4、初52天，目前有11个人住院，剩的就了后转去休养。青绿食堂3间分店依然继续暂停营运，检验的结果是公所店的腿骨便当、甲烧肉便当、中兴店的煎鸡腿便当、甲腿骨便当等4件食品检体，拢验出沙门氏杆菌，另外并无验出环境检体。疾管署讲，青绿食堂甲高雄政治市场论饼档，最近2个重要的绕道群聚案件，拢是为着沙门氏杆菌。沙门氏菌呢？它的一个潜伏期比较短，大概只有6个小时到48个小时。那它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腹泻、腹痛，还有发烧。沙门氏杆菌一般存在伫两制品，毋过牛奶肉品甲相关产品，加之嘛可能有沙门氏杆菌。疾管署讲，最近天气是热佮湿，细菌生诞是真紧，较会造成肠胃道感染疾病，要更加注意双手甲饮食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若出现这个流骨吐的情形，除了有可能是食食的问题，嘛都要注意疾病传染的风险。疾管署就公布顶礼拜上新的疫情，台湾的6类病毒急诊的人数比前1礼拜是增加11万人。
清明连假期间，高雄发生润饼食物中毒案，新北药便当店发生食安问题，民众食煞拢总170人左右歹腹肚。即马天气愈来愈热，食物高变质，食安风险也愈来愈悬。根据疾管署统计，顶礼拜台湾走北疫情明显增加，走北去门诊予医生看的人数达到12万人次，比前一礼拜加出11万人次。检验病毒以诺罗病毒为主。诺罗病毒感染的一个个案呢，他如果在呕吐的一个过程当中，或是在有一些腹泻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排出大量的一个诺罗病毒的一个颗粒。那这个颗粒可能是用几亿甚至几十亿来算。另外，疾管署也公布国内增加一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定病例，是一名60多岁外国女性，4月初1入境，4月初3开始出现腹肚痛、想要吐的症头，目前病情稳定。卫生单位也已经扣列21名的接触者。医生指出，这个病是非洲的流行病，目前越南、日本和英国都有群聚的感染，甚至更有死亡的案例。那如果是造成脑膜炎的话，这个致死率可能会有大概5%到15%。就是其实台湾并不是这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高风险的区域。那在其他各国最主要是在这个非洲中部的牛脑袋这个地方的盛行率是比较高的。另外，台湾嘛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膜仔病例，感染者捌去过越南，目前扣列384个接触者。疾管署提起最近日本膜仔疫情升温，到4月初1累计197例，是去年同期的3倍以上。今年累计15000例。疾管署也提起最近有去这两个国家的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台湾伫咧初6真无简单，开发做非洲地这非疫区。不过伫咧中华园分园却是阁查到有2间低调无顾传染病风险、违法用喷的市场。一桶一桶的喷，竟然就安尼直接载来低调市场。中华县这个月12日，伫中华分园查到2张市场违法用喷市场，伫现场发现3台载喷的清运车，嘛伫地座发现动物性废弃物，违规40明确。本所于4月12号清晨，联合农业处、环保局及警察单位，针对分园乡养猪场执行突袭稽查，查获2处猪场违法使用厨余喂养猪只。现场并发现清运车辆载运厨余及未经核准之动物性废渣。中华动防署表示，这2张市场业者是同一家人，为着闪避调查，利用假日透早为台中载喷入去治疗，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甲饲料管理法相关规定，上悬会当罚400万，而且取消因申请转用饲料补助经费的资格。中华县市场协会就指出，台湾真无简单，开放非洲地这的非疫区，大家都爱守规矩。重回是3大疫病非疫区是真的很难得。最近大陆那边有爆发南北疫情的口蹄疫，国际上这个各种疫病又更严峻，边境把关这个部分还是要大家做的更确实一点。中华县市场协会表示，目前国际上也受地这的相关疫情在探烧，除了市场后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千万唔通违规用喷市场，而且都要加强边境的管理，策会守护台湾市场产业。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卫福部预告汉药食品的新制草案，明定75项汉药材会当用伫咧食品的原料，也佫有定出一天会当食偌济。若是超过一定的比例，就会爱当做药品来管理。预告期大约60天，即马会先收集各界意见，上紧伫咧后半年会来实施。保健食品百款，话讲为什么保气养神也是四物因保肺养肺？不过，因无一定拢有中药的疗效。未来即个宣传讲使用中药材所做的保健食品，拢总爱改名咯。造成民众他会搞不清楚说，这个到底可能听到这一类名称来讲的话，他就觉得说，有这方面的疗效，反而导致他延误就医的情形。为着强化中药用药的安全，卫福部第13有个中药食品新制草案，甲中药材分做2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食用文化。包括结合淮山等75项中药材，会当做食品原料，不过有规范部分品项袂当生食。
第二种，亲像当规定73项，规定每一人每一日的含量。若是产品这种中药材比例超过5成，就列入药品管理。同时阵嘛，要求品名袂当含中医药固有的药典所记载38种方剂同款，也就是保健食品未来袂当阁使用人参树木、十全大补汤、川贝枇杷膏等名称。它要医疗，或是它其实只是呢，这个一个身体要补强体力了，这个那其实要让它很明确，不要让他买了之后呢，以为他就是拿到一个药。以前没有一个法规是有明确的规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现在就非常的明确。卫生部强调讲，无列入分类的药材会维持依照药品规范管理。这项草案有过期60天，收集各界意见，嘛有完充期。若是顺利，希望下半年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增加托育人员违规记点的制度，也有规定，这托育机构应该爱从监视器，这影像上无得爱保存30天，嘛爱传起嚟到云端。若是这托育人员有虐待，也是性骚扰等等的行为，相当是会当罚到60万，而且名嘛爱公布互人知。大声发油热力无吞吞，要求严厉处罚加害者。民间团体去年5月伫凯道集会声援开案，为着防止热力事件发生，立法院14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托育不只是个别家庭的照顾安排，而是国家也应该要主动规划、持续投入的公共制度。法案若整合2个以下幼儿托育甲照顾体的，佮增加居家托育人员违规记点制度，提高处罚的强度。民庭托育的相关人员，若是对幼儿口毒，也是有重大性骚扰等，相关会当处罚大票60万，并且公布行为人的名姓甲机关的名称。嘛规定托育机构爱安装监视录影设备，至少保管30天，把影像传到云端，保存证据。让劣质的机构和人员不能在阴影下再躲藏下去。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财阀记录、重大的意外、不当对待的姓名都必须主动、及时的公布。推广这个监视画面上云端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正式厘清、说明某些民团的一些疑虑，包括治安的问题，包括隐私的问题。若是托育机构无照规定保存影音资料，会当处罚万。若是处罚3届无改善，也是情绪重大，会当停招停办，甚至废止设立许可。另外，外界关心的保存影像调阅资格、调阅停书、文书保的这个细节，会搁定主法来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昨中昼新北的冠民大道3段是发生车路憋气的情形，大约有2公尺长、2公尺宽，好佳在是无人受伤。干部局甲台电、雅士公司等等拢有到场来处理。台电认为有可能是地下高压电缆线去互白下甲歹去，而且崩溃。这件事故也佫造成4700外户是向失电。路顶规个烟砰砰，佮传来真大声爆炸的声。本地的淡马街的路面不已经崩起破起，淡马街第4界配合住户就生惊。听到声音真的很大声，我真的以为是车祸，想说撞得蛮大力的。第一个状况会想说，是不是路底下的一些管线是不是有气爆的可能？车路是规个崩起，风台起来，水沟挂即嘛拢看现。事故影响的范围差不多长宽各2公尺，现场紧急救封锁线，警消嘛小连续到场处理管制交通，好佳在无造成伤亡。我们现在是确定是台电的人孔盖的这个位置产生爆裂，那我们也有了解到，这个人孔盖的下面这个地方目前是台电的11000跟22000的高压电缆。当来到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新北市的冠民大道3段边仔，就是花翠桥。14中昼12点外，向内发生爆炸。对台电、雅士公司和工务局这单位拢派人到场。因为事故的路段地下并无天然气的管线，初步排除是雅士盗窃。经过勘查，研判是台电的地下高压电缆故障造成。初步判断是遗憾，我们有找到那个白蚁窝，就是白蚁咬坏了以后，就会线路会短路。那线路短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个电流的流动，可是因为我的人孔架埋在柏油底下了，它要有气流要有个出口，
所以才会把地面拢起来。电缆破损出现破坑，台电初步研判，白遐甲电缆架破都是爆炸的主因。不过，这个事故中是造成中永和4700外户的徛架失电。到今下班时间，交通规个拍结，相关单位是先初步抢修墩土，予伊恢复通行。接落来，再个找时间，甲电缆规个完成检修。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又搁发生有狗仔虐人的情形，这是伫咧河尾有一个有心的负责人，骑奥多摆所互狗仔虐，惊甲险险啊累残。也这狗仔主人说讲，这只狗仔只是去外口放尿尔，是袂攻击人的。不过动物防疫所看这当阵的影片，明明就是看这只狗仔有咧虐人，所以会来甲这只狗仔的主人处罚。有人骑奥多摆入去巷仔内，却拄到狗仔乌白肥。有人大声叫，车头嘛转一个，好在加载有甲救倒转来。中华河尾有一个姓吴的妇人人，有生6个个，逐工拢会骑车经过家电路，大概经过的时阵拢真正惊甲，因为这个徛架内底饲的狗啊，毋是对人肥，就是要讲着，伊甲因兜厝内底人几啊摆拢险险啊摔落来。很多次他是在后面那个小空地，然后他冲出来的时候，说真的，那里有一点死角，就是他冲出来其实会来不及反应。实际来到这间林家厝，姓李的主人讲，家己厝内底所饲的这2只拢是米克斯，进前是龙洞狗，体格真好嘛真活泼，平常时拢放伫咧家己兜的埕，有当时阵互因去门口活动，毋过袂去共攻击。我尽量甲关起来做。哦，尽量关起来。尽量甲关起来做。嘿。因为我一定要出来晒尿，伊可能是敢若八甲拍架啊，八甲闭架吼，闭架可能会记安尼尔，因为狗的记忆较好。哦，狗。所以正经毋捌共加价，这是事实。以涉及饲主未妥善管理犬只的疏纵责任，依动物保护法规定，将对饲主采处新台币3000元至15000元罚款。中华关动方所看过影片了后，认为这只狗真正去攻略，嘛要求主人得要限期改善，甲狗仔管理好势。进前伫咧河尾嘛发生有15只狗，伫2个月内底至少就造成10件攻略攻家的代志。比头毛小狗甲阿婆家着伤，动方所除了依法对主人罚钱，嘛呼吁饲狗的人得要管理好势。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的非洲狮二兄，前日昨仔才传出山壳壳退化严重，引起大家关注。伫昨中昼，所也传出已经过身的消息。这动物园表示讲，这只二兄是已经23岁啊，差不多是咱人上100岁年纪，伊是真正上老啊，自然过身的。不想出去吗？昨天没出去了呢。饲养员问一句，非洲狮二兄溜溜点头，用叫声来回应。这是寿山动物园饲养员2公前的大文，因为二兄的状况愈来愈无好，食少爬袂起来，尤其这半年来退化速度真紧。饲养员讲，二兄自初时迄天有出来外口拍日，都毋捌阁踏出一大的所在。虽望早都有心理准备，二兄已经23岁，早晚会当到这一天。不过13中昼看到二兄已经无反应的时，也是真不甘。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只狮子，我是把它看成自己的家人来看待这样子。之前来过就有看过它都会坐在那个板子上。是很谢谢他陪伴这么多就是高雄的小朋友们，然后对，但是他应该就是也算是高龄高寿，所以也算是就是算是有得到很好照顾。包括二兄在内，寿山动物园今年到已经烧刷有3只会所管的动物过往去。动物园讲，进前白虎交海过往了后，伊的园区已经固定另外一只明加拉虎带入去啊。非洲狮阿里的园区会去找找甲国内外动物园的合作机会，引进大型的食草动物。而二兄的遗体也已经按照定数送去病科台了解死亡原因。后续我们也会来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跟国内的一些博物馆合作，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来做一个像是标本的一些教育展示的利用。一般野外狮会当活到15岁，人工饲养的大约18岁，23岁自然老去的二兄，那是寿山动物园目前上长过寿的非洲狮，嘛是园方用心照顾这块动物的上好见证。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
劳动部宣布，将近今年开始引进印度的移工，这是引起各界议论。有长期咧和移民、移工接触的移民港文学奖的创办人就认为讲，甲移工各地安尼问题看做伙，这是对因的刻板印象。所以举办文学奖，希望会当透过文字来减少台湾的社会对移工的歧视。劳动部宣布，今年有机会引进印度的劳工，这个议题嘛，遂引起社会讨论。反对阵营嘛，伫公共政策网络平台提案，停止引进印度的劳工。目前已经有将近4万人赴机，主要是烦恼会造成治安的问题。不过，移工的犯罪率敢有影遐悬？长期甲移工有接触的媒体工作者有另外一种看法。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它也映照出台湾的另外一面，就是移工其实是台湾人的镜子。我们怎么样看待移工，其实也同时是投射了我们自己的害怕跟我们自己的羡慕。移民港文学奖是国内唯一以移民、移工为主题文学奖，今年第11年举办。参赛者用因的母语写伫台湾的生活，透过文字分享生命故事。主要目的就希望讲，足侪伫台湾住落来遮的移民，或者是移工吼，伊会当讲来遮有一个发表家己的心理的故事的原地啦吼。我想讲未来嘛是，阮公司嘛有可能吼，留遮故事吼。拍做电影无电视吼，来问大家来看安尼。主办单位嘛讲，这个文学奖到今已经累积超过3000件的投稿，出版10本的作品集。有得奖者就希望透过文学减少台湾社会对移工的歧视。透过文学奖，就是被台湾人看得见，然后也是被他们就是不要被他们那个看不起，不要有那种discrimination 那种的。第11届的移工文学奖14起稿开始收件，主办单位希望文学会当加做桥梁，深化双方的连结，嘛让台湾人有机会理解不同的文化。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有一款球类的运动叫做匹克球，有真侪老大人、少年人拢真喜意。所以因为咧拍球的时阵无注意，那定定会去割到目睭。专家是建议讲，拍球上好应该还是要来挂保护的目镜。美国德州斯普林7匹克球世界俱乐部的齐伙人联赛，齐伙人的选手是专心看球，在对的时机把球拍转去。匹克球是融合乒乓、羽毛球和网球的运动特色，使用比乒乓球拍搁较大的球拍，和比网球较大一挂，顶悬有孔的塑胶球。因为规则简单，而且搁较好拍，这几年变做真侪齐伙人的运动首选。连少年人嘛真爱拍，但因为拍的人变多，运动伤害的事件一直传出来，关键在欠丰富意识。The most common injuries are just on the surface injuries, corneal abrasions, lid edema. These are the common ones. But there have been some significant injuries where the eye has damaged itself, including the inside of the eye, retinal detachments, traumatic optic neuropathies. These are much more dangerous types of injuries. 匹克球虽然较好拍，但是专家建议讲，球员嘛是要挂保护目睭的目镜。大多数的匹克球族群嘛认为讲，加强宣导丰富的概念，会当帮助减少运动伤害。I used to play squash, and we always wore eye protection, so I understand it. And once the word gets out, I think it'll become common. 因为这匹克球场的大小，敢若网球场的1/3。做上大的时阵，因为球员的距离真近，较会启动着，嘛因为反应的时间较短，总较提醒齐伙人和反应较慢的族群，对较紧的球速爱提高警觉，爱有准在，才会当享受拍球的趣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英国有一个恒生健身房已经创立19档，拢总有65个据点，这会员是超过26000人。因为哪做运动，哪做志工，毋但兼顾着健康，也阁会当为社区来贡献。穿红色运动衫的这类运动爱好者，伫咧路的慢跑，到所在了就开始协助社区花园除草、落肥。2007年创办的公益组织恒生健身房，一开始是创办人葛姆里，伊伫合法运动慢跑的时阵，会顺续体验社区一个老大人送报纸，尾伊就开始招一寡志工，哪走哪替社区做各种公益活动，组织就慢慢形成。因鼓励参加的人用走的、行的，或者是骑脚踏车去活动的地点，斗相共一寡退休的老大人，像替因搬动的物件，或者是修剪花草。If you ask someone, would you like to do a bit more exercise? They'd say yes. And generally, if you ask people, would you like to do a bit more to help your community? They'd say yes. And the barriers are generally we're really busy, and that it's hard to find those opportunities.
And so Good Gym, you can just sign up today and then have a go tonight. 那运动国拿做选手，吸引真侪人来参加。成立19年的兴盛健身房，地点遍布伫咧英国的英格兰65个所在，会员超过26000人，每礼拜拢有各自的行程。敢若伫伦敦每一个地点的会员，最近就斗相共清理被等伫咧菱形岛的圣诞树，去泰晤士河岸边的粪扫种树花，斗相共是不分行整理人送来物资。 I go to the normal gym usually, and I do other sorts of exercise, but this is my mandatory once a week run with the Good Gym group, which is really fun. It forces me to get out, especially on a Monday night when it's cold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It forces me to get outside and do something active. 除了运动兼做善事，也佫互人想袂到的影响。根据伦敦政经学院的经济学家克雷克尔对这个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有真侪少年人希望将手机放落，做更加侪真实的社交活动。伊若甲运动甲志工活动相结合，也当明显增加心理的健康。 会当做善事，搁兼运动，加进行社交活动，也搁会当替社区贡献的各种优点，针对这寡新旧会员积极参加这种行善活动的动力。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在新闻的最后，咱搁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2度至31度。 南部地区22度至31度，南部地区21度至32度，东部地区23度至29度，一个外岛地区18度至28度。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